伊朗嘅石油部喺星期日咧就宣布暫停向英國同埋法國出口原油。咁油價受到伊朗呢一個斷油嘅行動嘅影響啦，見到布蘭特期油咧升到去接近8個月嘅高位。嗱，呢一個舉動咧其實就事先張揚嘅。咁啊數翻咧，早喺月中嘅時候咧，伊朗新聞電視台咧就已經播出咗一個咧就話政府將會向歐盟6個國家停止供油嘅一篇報導。咁報導就話呢一個斷油嘅行動咧就係伊朗政府咧對歐盟向伊朗石油出口同埋央行實施制裁嘅一個回應嚟嘅。咁啊，除咗而家講緊嘅英國、法國之外咧，其實亦都定出咗一個清單，就係一個 list 嚟嘅。咁究竟會向邊啲即係國家斷油咧？咁啊，當中包括咗法國啦、希臘啦、西班牙啦、葡萄牙啦、意大利啦同埋荷蘭嘅。嗱，呢6個咧就話會斷佢油，但係咧最終斷嘅咧喺呢6個裏邊得1個。係咁啊！當時伊朗石油部啊同埋呢個外交部其實都否認呢一個報導嘅。咁呢個消息啊就刺激當時嗰個石油價格咧就彈咗上1蚊美金。咁啊，但係咧即係幫上明嗰啲咁嘅歐盟國家咧對伊朗石油嘅依賴咧都唔細嘅。嗱，大家睇下咧就係話整體歐盟嚟講咧就佔伊朗出口咧嘅石油咧就18%，即係每日大概係70萬桶到啦。希臘啊、意大利、西班牙咧佔當中嘅53萬桶。咁咧希臘嘅1/3咧就進口自啲伊朗，但係反而呢個意大利、西班牙咧就佔石油總入口咧13%嚟啫。但係時間唔夠1個星期，話真係嚟喎，斷油啊真係落實喎。目前咧暫時咧佢就除咗法國之外，就整咗個英國出嚟喎嚇。咁啊就2個國家對伊朗方面就俾佢斷油啦，但係伊朗就話：我哋咧就算斷完佢油，多出嚟嗰啲油咧已經揾到買家㗎啦，你唔使驚啊！其實揀英國同法國開刀咧，其實睇嚟都係一個有姿勢就冇實際嘅，係咪？點解呢？你睇下啦，舊年上半年法國喺呢個伊朗入大概1% 度嘅啫，係嘛？即係法國大概入4% 度，英國自己都有油喺呢度入1%，咁關咩事啫？嚇！即係只係個少少啫，咁啊純粹擺個勢出嚟俾你睇啦。不過呢一次就算係一次叫先發制人嘅行動啦。咁啊主要就係報復翻歐盟嗰27國啦，你又要阻止伊朗擁有呢個核武或者一啲嘅核技術，咁啊即將會推行一啲好嚴厲嘅制裁措施。咁啊當中包括咗啲乜嘢呢？當中包括咗咧就係立即停止進口伊朗嘅原油啦。咁啊，到7月1號為止咧，就會逐步終止而家嘅合約啦，亦都會凍結屬於伊朗中央銀行嘅一啲資產啦，亦都會斷絕同當地銀行啊、保險業啊等等一啲嘅生意往來。咁而家斷油咧，其實只係喺嗰個核問題嘅談判桌上面咧，就攞翻少少籌碼翻嚟。咁呢一個就其中一步啫。咁係，咁嗱，伊朗咧其實佢都滿肚密圈嘅，用斷油又嚟做威脅啊，係咪？你都話佢先發制人。咁啊，咁歐盟國家啲石油大企業係點樣啊？其實佢哋都已經做咗2手準備㗎啦。咁啊，有消息就話咧，歐盟對伊朗制裁生效之前呢，就已經大幅咧減少對伊朗進口啦。睇睇西班牙嘅 Repsol 已經減少進口啦，荷蘭嘅殼牌啦，皇家殼牌減少進口，希臘嘅 Hellenic 又減少進口，有啲停咗添啊。法國 Total 啦，呢個希臘嘅呢個 Motor Oil Hellas 呢啲全部都停咗㗎啦已經。咁啊預計到3月咧，由伊朗進口歐洲大陸嗰個石油大概可以減少到每日30萬桶嘅啫。歐盟就指佢哋石油儲備足夠用120日咁多嘅。嗱，雖然今次嘅行動就話短期之內對嗰個實質供應唔係話有太大嘅影響，因為你歐盟唔幫襯啫，啲油都有人要啊。咁伊朗又話自己大把買家啦。咁啊，中國同印度呢2個國家咧，睇翻佔呢一個伊朗每日嗰個石油出口咧，大概都好多嘅，3成半嘅。咁啊，自不然佢哋2個國家應該咁講，一定就係伊朗要巴結嘅對象啦。但係有人咧就話中印啊從中得益。咁我哋睇下啦，中國1月份入口就下跌咗嘅，準備咧就話佢準備好討價還價㗎啦嚇。咁咧就1月份平均每日進口大概49.3萬桶，係8月以嚟最低。中國下跌咗14%。咁印度咧就話唔會參加制裁嘅嚇，佢話新交易機制已經運作咗啦。咁交易又咪點運作咧？原來係用盧布嚟做結算。咁啊，伊朗同印度喺境內咧，伊朗已經喺印度嘅境內咧開戶口啊。咁盧布結算咧，
個額度達到45% off 嘅進口石油。嗱，而家又有好多即係市傳消息啦，又話啲油又點樣有優惠啊，又話10至15% 折扣啊，又話啲油嘅質量又會好啲啊，有啲講法又話啲數期又可以長啲等等啦。咁嗱，呢啲都係一啲市場嘅傳聞啦。咁但係最終嗱，呢一個我哋當係一場 show 咁去睇啊，點樣去評論呢一場 show 咧？嗱，伊朗咧就日產250萬桶，咁佢咧就有35% 係流向中印嘅。咁你歐盟啊，即係嗰啲咁嘅英國啊、法國啊，咁就算係咧，都係講緊50萬桶咁上下啦，係嘛？居民即係亞洲咧，真係會壓佢咧，每桶係20到30蚊美金一桶嘅。咁咧就即係尤其是呢啲人話中國咧就更加想壓多啲添嚇，咁啊就要填滿自己嗰個戰略石油儲備咁。但係即係呢啲係唔可以相信嘅，點解咁做咧？你變得罪咗歐洲同美國呢兩大陣營。咁仲有一樣嘢喎，你頭先都話伊朗喺度做 show 啫嘛，都唔知佢玩幾耐，越玩得耐咧個風險就越大。我點會得罪呢兩個兄弟或兩個大哥啦？我係兄弟啦，咁倒不如咧勸佢哋中東和平，咁啊橫掂都有錢。點解要加入呢個戰團呢？係咪？係，不過呢啲又涉及好多啲我哋叫地緣政治啊，涉及啲政治因素啦。咁睇下個發展會係點啦。好啦，今晚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咁啊，聽晚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